針對受 Palisades Fire 同埋 Eaton Fire 影響，居民嘅租金保護令已經被延長。星期二，洛杉磯縣議會投票決定延長一項臨時措施，禁止租賃市場、酒店同埋汽車旅館嘅價格哄抬。該措施原定喺7月1日到期，現被延長到7月31日。喺呢個期間，租金漲幅不得超過10%。縣議會成員 Lindsay Hofford 同 Catherine Barger 嘅動議話，如果冇進一步嘅價格氹抬保護，嗰啲喺火災發生之後立即簽署咗6個月短期租約嘅家庭，而家可能面臨50%或者更高嘅租金保障，而佢哋喺重建家園同埋生活嘅時候仍然需要住宿。根據州法律，價格氹抬禁令可以每30日延長一次。洛杉磯縣議會認為呢一次延長非常必要，因為涉及價格哄抬嘅投訴仍然喺度繼續並有所增加。咁樣嘅延長將會保護縣內居民嘅生命財產同福利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